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我係左旭華神父。最近呢，我好高興知道呢靈火天地佢哋有一個嘅聖像畫嘅研習社，佢哋舉辦一個週年嘅慶祝活動，就係一個聖像畫嘅展覽。我覺得實在係一個好難得嘅機會。好多嘅天主教徒呢，而家越嚟越有興趣對聖像畫呢有研究。聖像畫其實喺教會歷史裏面呢，擔當咗一個非常重要嘅一個藝術嘅角色，讓我哋透過聖像畫呢，能夠帶領我哋去一個更深嘅祈禱嘅一個嘅境界。而過去咁多年，越嚟越多教友去學習，亦都好多教友都有好多唔同嘅作品。我曾經都睇過，佢哋嘅水準都非常之高。並且我亦都曾經參與過呢一種嘅學習，實在係一個好難得，亦都可以話係一個好寶貴嘅經驗。從呢個做呢一個聖像畫嘅過程裏邊呢，好體驗到一種祈禱嘅精神，實在咧有助於我哋喺靈修上呢，我哋能夠修心養性，並且能夠讓我哋產生到一種專注嘅一個嘅操練。亦都讓我哋咧能夠去留意到咧嚇喺聖像畫裏邊嗰個主題同我哋生命之間咧嗰種嘅交流，並且讓我哋從呢個聖像畫呢一個嘅內容裏邊咧，能夠對上主咧能夠有更深嘅一份嘅理解。聖像畫研習社將會喺10月份呢有一連串嘅展覽嘅活動。首先會有一個嘅開幕典禮，會係喺10月4號嘅星期六嘅下晝2點到5點嘅。地點呢喺灣仔洛克道53號恆澤商業中心嘅12樓靈火天地中心。當然啦，大家想參加可以不妨聯絡靈火天地。跟住呢個嘅展期將會喺10月嘅4號到5號、11到12號同埋18號舉行嘅。我好希望到時喺呢段期間呢，大家都有時間去睇呢個嘅展覽，多啲對聖像畫有一啲嘅認識，亦都好期待下。如果嗰日咁啱我喺度呢，大家都可以打個招呼見下面。我自己都會出席嘅，因為我自己對聖像畫呢嗰個興趣都係越嚟越深，讓香港嘅教友更多嘅去認識，從而咧能夠啟發到更多嘅教友咧對呢一方面聖像畫咧有更大嘅興趣。好啊，多謝大家。